不辞职不行吗？不行，老板。给你升职？不行。加薪？也不行。不是，你看你也来这儿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？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我也一直把你当做一家人来看待，是不是？现在工厂现在也这么忙啊，你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呢？既然要辞职，你给我一个理由。老板，我确实现在必须要辞职，因为我妈妈现在生了重病，然后现在在医院里面，她要做手术，我现在要回家去照顾她。是这样，你家里没有其他人吗？没有，老板，我就是我妈妈一手把我带大的，她就是我一个子女。等于说就是从小你跟你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是吧？是的。不是，那现在病情很严重。对呀，医生说他马上要做手术，不然的话那个生命就有危险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也苦了你了啊。是这样呢，作为老板呢，遇见这事儿是吧，也不能袖手旁观。你这样呢，你那个母亲这一块呢，治疗费用够不够啊？还差5、6万。还差5、6万呢。这样呢，多了也不多说，你来这儿也这么多年了呢，这10万块钱，你先拿着，给你母亲回家先治病。老板，这不好吧？你看这么多钱，我现在我估计我母亲现在治这个病的话，估计一时半会儿我也不能上班，这个钱太贵重了。你听我说啊，这个钱给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你也配拿这个钱。这么多年你在工厂的表现，我也一直知道，知道吧？你的人品呢，我也相信。这个钱是吧？你拿着先去给母亲治病，有钱今后还我，没钱我也不会找你要啊，好吧？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但另外这个东西呢，我也给你直白说明了啊，这个辞职书啊，我是不会要的，知道吧？我现在当场给你撕了，你回去把病治好了，什么时候把你母亲身体照顾好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，时间不设限，好不好？那老板这么多钱，那我给你打个欠条吧。欠条不用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啊，我信得过你，我也相信你的人品，知道吧？你搞欠条就欠外了，我也刚才一直跟你们说过了啊，你们是吧？五湖四海千里迢迢来到我这个地方是吧，也都不容易，我始终都是把你们当做一家人来看待。我让你写欠条了，成什么了？是不是？就有违我刚才说的那一句话，什么叫一家人？一家人就是要无私的去奉献，无私的去帮助，遇见了是吧？有困难一定要去帮的那一种，知道吧？可是老板，我妈妈如果就是手术做完了，她肯定康复后面还需要一段时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上班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时间给你不设限，知道吧？你什么时候把你母亲的病情照顾好了，一直是吧？她能自己生活自理了，你到时候再过来就行，知道吧？这个你都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，明白吧？那行，那太谢谢老板了。行，那没事，你把这个钱先拿着啊，回去先给你母亲治病啊。如果不够，你到时候直接跟我说，我再给你打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老板。那我今后等我母亲的那个病情好了，我一定回来好好工作，好好报答老板。行，我明白啊，我都知道啊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就撕了，当你面撕了啊，好吧？你就不要再提辞职的事了，好吧？行，那你直接回去，一会儿我让财务给你订张机票，你直接先回去照顾母亲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来下一位。领工资了，管理我来领工资了。你来领工资了是吧？来，你看一下啊，你的工资，你是不是叫什么王露露？对，你看一下啊，你迟到2次，扣你200块，早退6次，600啊。怎么扣那么多？早退加迟到啊，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呢。还有一次啊，返工的1000块钱。现在返工没返完，先扣你1000，好不好？那我加班费呢？你先拿着，赶紧签字啊！这一个月挣着几百块钱不错了，拿着，说没有什么加班费，这里都是义务。加班怎么没加班费啊？都是义务加班的，好吧？赶紧，这几百块钱都不想要，是不是？还不错，一个月有几百块钱呢。梁总忙着呢。啊，对，我来领工资啊。今天怎么是你亲自发工资啊？对，现在正好在看你们这个，待会儿告诉你为什么我亲自发啊。上个月工资呢，差不多接近2万2了啊。然后呢，上个月迟到几次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没算过。没算过啊。你早退有事儿几次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给你算一下啊。上个月迟到了有12天啊，一天呢不扣你多的，扣500啊，好吧？早退你早退了8天啊，也不扣你多的，一天扣200啊。多少钱了？算了吗？差不多4000块钱了啊。然后呢，上次因为你的原因，有一批客户要的挺着急的货物啊，你下面的厂，你所主管的那个下面的厂下面的那个组啊，也没交上货来
导致了客户订单订了3个，退了3个，你说这个责任放在谁手上？啊，是不是跟你有原因？这个货物直接让公司损失呢，至少不下于10万的一个价值啊！我也不扣你多的啊，扣你5000块钱，没问题吧？啊，那你这样扣那么多，我这个月吃啥呀？你吃啥？你不是还有1万多吗？是不是？吃啥啊？为什么扣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？不清楚啊。不清楚啊？那员工都反馈到我这儿来了，不清楚啊？一个老员工都48岁了啊！明明你们下面规定员工是吧，迟到1次罚个20块钱就行了是吧？早退有事儿的就不用罚是吧？有请过假的是吧？就算是因为有特殊原因他没有打报告是吧？扣也就扣20，啊？那个女员工，你扣了多少啊？还迟到1次罚人100，啊？货物因为你自己原因你没有监督到位岗位上是吧？你直接扣人1000，还只是先扣1000，你别人1个月辛辛苦苦1个月发个几百块钱工资啊？人家是要生活了，人家要养家呀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是不是？多大岁数了？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？啊？没想那么多。没想那么多，那谁让你私自违规的扣的？是你的主意还是谁的主意？啊？这是我自己的主意。那谁给你的权利啊？谁给你的权利？我问你啊。我只是想让他们长长记性。长长记性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，长长记性。我看我这么扣你1次，长你记性了啊？服不服？啊？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啊！我不是有心要扣你啊，好吧？知道错了，知错能改是吧？善莫大焉。把那个女员工工资啊，她如果是有事儿请假的，是吧？就不要扣了。然后是迟到的这个，因为工厂有工厂规章制度啊，这个都无可厚非。20块钱1次，你别跟我搞到100块钱1次了，你搞100我扣你5001次，听见没有？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。还有人家的工资剩余多少没发，该补过去全部补过去啊，好吧？补完了，转账记录啊，过来给我看一下。完了你的工资呢，我该发你多少是多少，好吧？如果没处理好啊，就按照刚才那么个记录给你扣就完事了。钱今天你就先别拿走了，好吧？把事儿处理完了过来再找我，听明白没有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多站在他人立场上考虑一下是吧？来到你下面呢，跟你在工作是吧？就是你手底下的兵。不管是出于工作还是人情这一方面是吧，你多给予一定的关怀，你不能太死板，明白吧？行了，下去吧，不说别的了，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过来找我。好，知道了，严总。过去吧。好。红花当然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？渺渺茫茫来又回。严总，这是10年前借你的2万块钱，现在还给你。另外呢，我从老家给你带来一些特产。怎么这么久才想起来还这个钱呀？你看你来这儿一趟也不容易。这样吧，中午一会儿我定个位置，一块儿过去吃个饭，好不好？严总，饭我就不吃了，等会儿我还有事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那慢走啊，刘姐。严总，你看你这是什么朋友呀？10年前借你的2万块钱是不是啊？现在还还你2万，你看现在物价都翻了多少倍呀？这10年前能借出去的钱能还回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有好多人把钱借出去，最后要不回来，反而变成了仇人。对，严总说的对。看人家这不还带了礼物过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当地的特产是不是？真是太实在了。我们还有一张纸条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对，这朋友能交。严总，你干嘛呢？哎，刘姐过来了，来，坐，来喝茶啊。好，谢谢严总。你看，这是前年借你的100万，现在还给你，可没有利息哦。没有利息啊？是的。那回头可得请我吃大餐呀。那肯定的。严总，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1000万的这个采购单，你看，我准备给你做的。这样，这可是份大礼啊啊！是啊，严总。你看这个100万，你这1年多都没有跟我打一个电话要这个钱，是不是？你就不怕我还不上吗？不是，当初呢，你也是被朋友坑了啊，这个过错呢怨不得你，所以说呢，之前我也问过你，我说你还相信朋友吗？那肯定相信朋友呀。
一直都相信是吧？对呀。所以说呢，你也是我朋友，我一直也相信你，明白吧？谢谢严总。哎，你这上班时间怎么在这儿睡觉呢？啊，我今天实在有点累，我就在那眯了一会儿。不是，那你工作活都干完了吗？哦，我今天的活儿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不是，你一个月多少钱工资我一个月6、7千块钱。 ？6、7千？啊，你这样的，我给你转1万块钱，你明天不用来了，来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行了，转过去了，好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啥人？老板，怎么了？这个快递员呢？什么快递员啊？刚才的他不是正坐在这个我送快递的，我叫他过来拿快递的。啊，你说刚才这个人是快递员啊？是啊，老板。不是我们公司员工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打电话让他过来拿快递的。哎，这个家伙，你赶紧帮我追回来，去！我是啊，你赶紧帮我追一下，去。刚章已给你盖好了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么烦人！哎，老板，怎么是你呀？怎么是我啊？我今天要不来，我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吗？啊，你自己来看看啊，这盖的是什么呀？怎么是一张白纸呀，老板？是啊，一张白纸你就敢剁下去啊？啊，这要是别的东西呢？啊，出什么责任呢？啊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不是，老板，这都是公司的人，能出什么事呀？是吧？我也看了一下啊，我发现你这章盖的挺溜少的啊。也得亏我这么信任你啊，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呀啊！不是，我怎么知道你拿一张白纸过来呀？你怎么知道我拿白纸过来啊？我看了一下啊，就你这品行啊，你也不适合继续在这干了啊！回家收拾东西走吧。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女，你昨天陪客户吃饭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我把钱转给你。好的，严总，昨天吃饭一共花了3999，一条烟的话是2888，然后2套化妆品是1700块钱，饮料的话是35，一共的话是10322，你给我转10300就行了。钱一分不少的，我都给你转过去了啊。然后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严总，为什么呀？严总，你找我？对，你先坐吧。好的，谢谢严总。没事。下午的时候呢，我去你厂下面那个组装线那一块儿，有2个女员工看了一下，一个呢是带着2个孩子，2个孩子都才一个2岁，一个4岁左右，还有一个呢怀孕了，我看她问了一下，差不多快5个月左右了，怀孕5个月左右，旁边还有一个2、3岁的一个小孩。这2个女员工都是哪个地方的？你知不知道叫什么？哦，那个怀孕的那个是广西的，广西的叫李霞。李霞啊，带着2个孩子，这个带2个孩子是贵州那边的。贵州的是吧？对，是这样。其实我看了一下呢，其实工厂你来时间短，知道吧？你好多事你可能还不太清楚，下面主管一定要交代清楚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工厂呢就给到员工们，就是为了孩子方便这一块组建的一个儿童乐园。我有专门请的阿姨，然后呢里面也有图书、漫画，是吧？也能娱乐，也能学习，也能做游戏，反正氛围也都比较好，也有专门的阿姨在照顾，知道吧？这孩子呢都在他们上班的时间之内，把孩子接到办公室来，接到公司这边来，放到儿童乐园里面去，有专业阿姨照顾，也都放心一点，他们员工工作呢也都安心一点。不然的话，我看2个孩子也一直在周围走动，一是不安全，二也怕影响大人一个分心，你知道吧？出工效率啊以及安全性啊也都不是特别好。像这些事，你平时作为厂长，你平时也要多往下去巡视一下，知道？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要去沟通解决，明白吧？知道了，严总。这是第一个啊，好吧？还有那个怀孕的那个女员工，你下面的，你看她怀孕5个多月了，还在工厂上，还在岗位上在坚持在工作，是吧？也都是为了家庭，是吧？在付出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怀孕的这一个呢，孩子也是正常弄到公司来，然后把怀孕那个女员工呢，回头给财务去说一下，去接她的，就是帮她打下手也行，每天的出单量的一个账单情况整理整理。好吧，因为办公室这边空气啊，不管环境啊，也都稍微要好一些，知道吧？不然在工厂本身环境也差点事儿，是吧？空气也差点事儿，本身也怀着孕的一个状态，为了这个
肚子里的孩子宝宝着想，好吧？你回头给财务去说一声就行，这两个事儿交接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行，我等会儿下班了之后，我去帮这个事儿安排好。还有一个呢，你问一下他们，你咨询一下，跟他们2个女员工沟通一下，你看一下他们老公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城市，看是在务工还是在干什么。行，如果说不是在做特别大的生意的情况下，如果也是在工厂或者在哪个地方打工的情况下，你跟他们去沟通说一下，你问他们老公愿不愿意到工厂来，明白吧？因为一个带着2个孩子，又才2岁4岁，另外一个又怀着孕还带着一个孩子，知道吧？你看他们老公愿不愿意过来？如果愿意过来的情况下，到时候呢，我跟那个打包配货处，我跟那个库房负责人沟通一下，看能不能穿插2个人进来，因为这段时间配货量、打包量、订单也比较多，所以说呢，进2个人问题应该也不大，是吧？勤快点，做得好一点，1个月也基本上有个1万多块钱的工资了啊！把他们老公也都调过来，到时候呢，宿舍这一块都1个人分配一个就是单人间，让他们一家是吧都在里面，这样也好，为了孩子以后着想，有一个好点的环境，是吧？不然的话，其实刚才下午在那儿看孩子的时候，是吧？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，知道吧？其实有时候在想，那这俩男人何德何能，是吧？上辈子肯定是不知道积了多少善事善德，是吧？娶到这样的媳妇儿，是吧？怀着孕，是吧？还在工作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，另外还带着2个孩子在工作，明白吧？你回头去沟通一下，看他愿不愿意过来，愿意过来就这么安排下去，好吧？好的，知道了，严总。行，那没别的事儿，好吧？对，工厂的员工遇到你这么好的老板，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。没事，来到工厂了，就是咱们的一家人一份子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好的事设身处地的去他们想想。哎，严总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去。不是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你站边别说话，来给我。哎，严总，去年在你们公司订的那个机器非常好用，我们公司今年业务扩张，再订1000台。哎，好的。哎，您喝水。哎，这是谁呀？啊，这是我的助理。啊，你去把那个章拿过来一下。好的。来，来，咱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嗯。你好，先生，怎么了？请出示工牌。工牌是吧？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啊，那个昨天可能闹办公室了，我去办公室给你拿过来，好吧？啊，那也不行。怎么了？因为工厂的老板规定啊，没有工牌，任何人都不让进去。任何人都不让进去，我去拿出来拿过来给你不就完了吗？那也不行，因为我们身为一帮保安啊，必须对工厂的财产、人身安全保障。不是，意思也就是我今天不带工牌，我进不去呗？是的，老板规定的，工厂有规定。不是，你是不是第1天上班啊？你不认识我？我今天第1天上班，确实不认识。确实不认识。那行吧，那你等一会儿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好的。哎，你看他穿的那么光鲜亮丽，要么就是我们的大老板，要么就是我们的公司的大客户。我们是第1天来上班，要么我们工作是保不了的。你得罪了他，这样吧，我们身为一名保安，不管是第1天上班、第2天上班，因为职责所在，我们要保护公司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你既然这么胆小怕事，你也不配做这个保安，你回家养家吧。李刘。保安大队长啊，到那边去之后呢，正好任命你为保安大队长，工资呢比这边呢相对于高3500块钱啊，所以说呢，这是我看中你的人品，准备把你调到那边去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严总，你看我也没有多少文凭，这个工作保安大队长，你看我能不能胜任呢？你放心，我用人从来是用人不疑，而且最主要看重的就是人品啊，你这一点非常让我欣赏，知道吧？只要我在后面支持你啊，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，这一点你毋庸置疑，好吧？行，那感谢严总给的平台，行，万愿去再接再厉，去努力。行，有你这句信心就行，知道吧？到那边去好好工作啊，有什么不明白了，及时跟我沟通就行，好吧？行，谢谢严总。行，没事，下去吧。来，过来，严总啊，你自己看一下你们公司的员工啊，手脚不干净的啊，今天把我买的一个茶杯，买了2000块钱，就放在你们那个茶几上，就不见了。不是，你凭什么说是我员工拿的呀？是吧？你不问青红皂白的是吧？你这话可不能瞎说呀。不是啊，严总，你不可能包庇你们的员工吧？啊，我就在你那个茶几上面，我就上了厕所一会儿的时间是吧？我出来，我这个买了个杯子，我就不见了啊。当时就这个保洁在这个地方，那不是他拿的，还是谁拿的呀？不是，那你也没看见是他亲眼是他拿的，是不是？你就污染是他拿的。我看我倒是没看到，但是呢，当时就他一个人在那打扫卫生，是不是啊？那不是他拿的，还是我自己拿的吗？
我的员工还是比较了解的啊，他向来做事啊都是比较勤勤恳恳的啊，人品也是比较正的啊，不像你说的这样啊。我先替你问一下啊，好吧？不是你到底拿没拿，大姐？老板没拿嘞。你听见没有？我员工都说没拿。在这狡辩啊！当时就你在那儿。你干什么呢？当我面还直接打我员工啊？那不是啊，严总，包庇你的员工不是这样的包庇的啊。不是你看见了吗？啊，算了，我不想跟你白扯啊。我公司啊，360度无死角的啊，全方位的中的监控的啊。我现在给你调监控啊。你调吧。如果不是我员工拿了啊，你待会儿啊，给我好好跟我员工道个歉啊。来，你自己看一下来，这个短头发女的，我看好像上午跟你一块来的是你的人吧？啊，这是那个小李啊，是我那个司机一起过来的。这个严总，这都是误会了，这个事情呢，误会既然已经解开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哈。来，让后悔了。我哪去了啊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啊，我员工没拿吧？啊，你刚才不止侮辱我员工的尊严啊，你还打了他一巴掌，这个账怎么算啊？不是，你看严总啊，我可是你们公司的财神爷啊，今天是给你们送钱来的啊。你这个订单你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呀？你再大的财神爷啊，侮辱我的员工就不行啊！来，大姐，你刚才怎么打你的？给我打回去！你给我斩！笨蛋，你不说这话，我大姐还不打你啊！你说这话，打你就得打。你跟我记清楚，你等着垮台吧，你让你上。慢点啊，没事吧，大姐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今天这个事儿让你受委屈了，没事啊，你们在这儿正常好好该工作，知道吧？有任何委屈，有受到任何不公的事，直接过来找我，我跟你们撑腰，听见没有？老板，你看刚才你问到我，这这么大一个客户，你还问他，叫值得吗？那我反问你一句啊，你觉得我们公司谁最大？当然肯定是老板最大。错了，知道吧？你说没有你们这些基层员工的辛勤付出，我给谁去当老板去？是不是？你再者，对不对？像这种胡搅蛮缠，是不是不认理儿的客户，是吧？咱们跟他合作干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如果我连你们最基本的尊严我都维护不住，是不是？我这个老板当着有什么用？你说对不对？啊，是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没事啊，在下面该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，好吧？这件事别放在心上，好不好？那老板，那我先下去。行，去忙吧啊。老板，求求你不要开除我。不是我啥时候说要开除你啊？怎么跑这儿来啊？那个我在宿舍里，他们嫌弃我打呼噜。宿舍里嫌弃你打呼噜，怎么了？有我们宿舍里本来有8个人嘛，然后呢，隔壁的还有对面的都嫌弃我打呼噜，然后呢，那个他们有20几个人联名举报，在经理那块去举报我。举报你啊？举报你打呼噜啊？举报你打呼噜，经理说就要把你开除啊？是的。这是你睡觉是好打呼噜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都说。不是，那你打呼噜怎么20多个人呢？你声音特别大，对面隔壁的都能听得到。他们都说听得见，都说听得到是吧？打呼噜也确实是个事儿啊，人稍微长胖点是容易打呼噜。不是，那这个问题也不至于说开除你啊？谁说的？就是经理说的，说要开除你，经理亲自跟你说的。是的，他就是反正是挺严厉的说的那个话。你这样啊？我们公司呢，用人呢一直是以人为本，是吧？来到这儿来呢，也都是一家人，是吧？也知道你们出来呢也都不容易，是吧？背井离乡，是不是？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地方，这处理方式肯定是有点问题啊。但是你放心，你开除肯定是不会开除，我看一下怎么妥善的给你解决一下啊。这样，我现在经理打个电话，我先问一下，不要着急啊，好吧？喂，王经理，我问一下啊，那个宿舍工厂里面还有没有单间啊？没有了是吧？那你知不知道就是下面这些员工有哪些打呼噜的女士，知不知道？知道是吧？那行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明白了。好，没事啊，一会儿再跟你说。行了，我跟经理大概问了一下，但是现在呢，单间肯定是没办法帮你一个人安排，但是呢，也有打呼噜的女的，就是说看到时候把你们安排在一个宿舍，你看一下你介不介意？这个不介意，这个不介意是吧？你要不介意的话，就到时候把你们安排在一个宿舍，反正看你们谁睡得早，谁睡得晚。睡得早一点呢，就享点幸福；睡得晚一点的呢，你要自己不介意也行。反正如果是最后协调不开的话，回头后面有单间，我再帮你们协调到单间里面去，你看行不行？这也行，也行是吧？那就先这样。反正来到这儿呢，就先好好工作，知道吧？这个打呼噜的事儿呢，这个每个人都有，知道吧？看他的一个体态变化，知道吧？那不至于说打个呼噜就要把你开除掉，这不是公司是吧？工厂干这么多年成立的一个初心，是不是？来到这儿就好好挣钱是吧？养家糊口。我也知道你家庭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就是说我那个家里还不是有个老父亲嘛，现在不是躺在床上瘫了嘛，然后要我挣钱养他了，再然后我家里不是还有个孩子要读书上学嘛，需要我挣钱养孩子。你家里基本情况我还是比较明白一点。那行，那反正在这儿好好干，开除你肯定不会开除你，在这儿好好干，好好挣工资，好不好？表现的好，到时候下个月再给你涨工资，缓解一下你的压力，行不行？行，谢谢，非常感谢老板啊。行，那没事，那你先下去吧，我一会儿跟经理说一下，让他调配一下就行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严总，这是我10年前借你2万块钱，我现在来还给你。另外，我从老家给你带了一点茶，我想你喜欢喝茶嘛，我就给你带过来。不是，怎么这么久才想起来还这个钱呀？正好我中午有空，咱们一块儿好长时间也没见面了，一块儿去吃个饭。啊，严总，吃饭就不用了，我现在还有点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，那你慢走啊，倪姐。严总，你看你这交的什么朋友啊？前10年借你的2万，到现在还还2万，你看现在的物价都翻了多少倍呀？10年前借出去的钱，现在能还回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有很多人很久之前把钱借出去，去要钱要不回来，最后都变成了仇人。对，严总说的对。你看，这不人家还带来礼物了吗？是不是？这老家的特产。你还有一张纸条。太实在了。看到没？这才是真正的朋友。这种朋友能交。来，严总，这借你10万块钱，我现在还给你了，没利息。这1瓶酒我就带给你喝。这可比利息好多了，就好这一口。啊，那我没事，先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倪姐，是这样啊，最近呢公司周转遇到点问题，手上有点紧，你看方不方便挪个20万，先暂时我用一下。那多久啊？最多用10天，好吧？那行，我马上转给你啊。行，那就谢谢了啊。这怎么不接电话呢？今天都第10天了。不行，我给他送过去了。哎，倪姐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电话怎么一直没人接呢？哦，我一般都调成静音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这10天前给你借了20万，现在给你送过来了。啊，这件事2月亲自跑一趟。说好的10天嘛，是不是1天都不能少？做人要讲诚信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给你拿的茶叶，利息就没有了，好吧？行，那我有事我就先走了啊。啊，你不坐一下？不坐了。严总，你看1期的项目呢，也没有挣到什么钱哈，也就挣了2万块钱。本来之前跟你说的是给你10万块钱的报酬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只能说给你5000块钱。5000啊？是的。这咋300万的项目怎么没挣到钱呢？你看是这样的，这个项目刚刚签完下来，是不是？人工费也涨了，然后材料费也涨了，再7七八八算下来，这的确没挣到钱。那这样吧，那既然没挣到钱，这5000你就不用拿了，好吧？那这你看，我们是多年的朋友，这真的多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严总，你看你这2期的项目也出来了，要不你2期的项目呢，你先给我做，我把这个预算呢我算足，然后呢我这算好了之后了，我就给你送10万块钱过来，你看怎么样？等于说把预算算足了，到时候一次性打10万过来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是这样啊，我怕这2期项目是不是也同样也300-400万呢？是不是？你1期你都没挣到钱，我怕你2期照样也挣不到钱呀，对不对？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我就上点心，我一定把它做好啊。那这样呢，好吧，你容我好好想一想，一会儿呢我还有个会，好不好？你等我消息，行不行？那也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行，那你先忙。哎，好。喂，李总。哎，严总你好。是这样啊，我手上呢有个海德府2期的项目，你看您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时间做一下？啊，那太好了，那谢谢严总。那这样吧，我把那个合同一签，我马上给你转10万块钱。行，也行啊。另外呢，我那个工程做完了，我会另外给你安排的，好不好，严总？行，这都没有问题。那就这样，好吧？这2天我安排一下时间，到时候那个咱们出来聚一下，好吧？那行，谢谢严总。行，没，那先这样啊。严总，你还有心理看书呀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把2期的项目给了个李总做了呀？为什么给李总做？你心里没数吗？1期的项目300多万的一个项目啊，你说你没挣到钱啊，才挣3万多块钱，是吧？几百万的项目中间多少百分比的利润啊，我心里门清啊。你说这么大的项目你都挣不到钱，2期项目我怎么放心交给你做呀？不是，你看啊，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把这个项目给一个外人做，你没说给我做。
给外人做是因为别人李总他讲规矩，知道吧？咱们为人处事，在外面不管是商战也好，是不是做人做事一定要讲规矩啊？而且吃水不忘挖井人啊！你呢？你是怎么干的？还有17的项目，你知道吗？前后我搭了7、8万进去了，情面、人面啊，关系啊，这都是需要维护的。你到最后过来跟我送5000，所以我没要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像你这种不讲诚信、不讲规矩的人，知道吧？以后是没有任何合作可言，好吧？大门在那边，好走不送，自己好好反思一下。老板，你还在忙什么忙啊？不是你自己看一下啊，怎么了？当时说好了，我那100号人啊，给你加班啊。加班加点把你那批货赶完了之后，你说好了10万块钱奖金，对不对啊？是啊。你自己看一下现在多少钱呢啊？4万块钱，你让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？不是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是10万块钱呀，这是我10万块钱，你自己看一下啊，这10万，这是10万吗？不是，啊，你先别激动，先别激动啊！你叫我怎么不激动啊？我怎么跟别人交代？当时字都给我清好了，我也清好字了，我也跟他们保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。当初这是昨天的事儿啊！昨天我让财务特意拿的支出啊，是10万块钱，我签的字，我亲自交代给厂长的啊，怎么会4万块钱呢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有什么误会？到我手上就剩下4万块钱，难道这个钱还被我贪污了不成的啊？行啊，你也别激动啊，我也知道啊，这次你们赶那个江苏王总的货啊，确实你们的工人加班加点的也比较辛苦，之前我都看在眼里啊。你这样啊，咱俩也合作不是1次2次了，知道吧？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我说出去的话肯定是该做到的做到，知道吧？我不可能说答应你10万给你4万，知道吧？我就问你，这个钱是谁给你的？就是你们厂里的杨经理啊。杨经理是吧？你这样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把杨经理亲自叫过来啊，咱们当面锣对锣，鼓对鼓，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。你来是解决事情的啊，我肯定跟你解决，好不好？来，助理，你去把那个杨经理现在立刻给我叫过来。反正今天这个事情你必须给我解决清楚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以后都不用合作了。行，我明白，你先别着急啊，好吧？我们等一下那个杨经理啊。那行吧。哎，老板，你叫我过来什么事啊？不是，我问你啊，这杨总啊，他的钱之前有一批货让他们赶啊，他们的兄弟100号人加班加点的啊，当初承诺啊，给他们每个员工啊，货赶完之后单独再另外每个人给1000块钱的加班费啊，现在到他手上啊就4万块钱，啥情况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不是，这钱谁给你的？啊，这是厂长给我的呀。是我交代厂长的，厂长给你多少钱呀？给我多少我就给他多少了。你这样，你就把厂长给我叫过来，都一块当面对质去。好的。你看一下，1个2个都给我推啊！行，你别说不定就是你们啊，都是合起伙来，故意这样子的。咱俩也不是1天2天了啊，我什么人品你应该了解一些，好吧？来，我们等一下那2个人。厂长过来了，老板你找我。不是，当初啊，昨天我交代你的10万块钱啊，去交代啊，给到杨总啊，你什么情况啊？现在到他手上说就4万块钱啊。我给的是10万给他的。你给到他是10万？是啊。不是，他给你是10万吗？啊，他给我多少我就给他多少了。不是，你俩跟我说清楚啊。杨总他只收到4万块钱啊，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生气到我办公室啊。现在公司办公室全部360度啊，从监控室、从财务室到这边全部是无死角的监控啊，不要让我去调监控啊。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说实话。这就是给了10万，那可能他自己花了呗。还在说假话啊！这4万块钱就在这里了啊！你看看啊，这中间没有点什么猫腻，人家发这么大脾气啊！他刚才跟我说，他员工以为是他昧了他们员工的血汗钱啊，所以导致这么生气的到我办公室来。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啊，不然的话，我现在立马去查监控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别查监控了，这不是厂长他给了我6万，意思就是你昧了4万呗？那现在这只有4万块钱，剩下2万你昧了呗？我拿了2万，钱拿干什么去了呀？这是花了。你呢？老板，我买车啊，你买车了啊？你买车了，别人是兄弟的血汗钱呀！啊，这种血汗钱你们都敢喝，吃不要钱，吃不要钱啊！好好的厂长主管啊，经理不当啊，给我在工厂干这么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是不是抹黑我工厂？是不是想把我工厂干黄？我就问你们点啊，我告诉你们点啊，别的不多说啊，你看人家啊。这么大冷天啊，这边啊，人家每天加班加点熬到11、12点钟啊，这都是人家工人干的一点血汗钱，你们好意思怎么去昧这个钱呀？啥？良心是被猪油蒙的心吗？我告诉你们点啊，下班之前啊，把这个钱立刻啊给我回归到位啊，回归不到位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一定彻查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，听明白没有？老板，我去想办法。想办法啊！还有啊，你俩啊干这种事儿已经德不配位了，好好的经理厂长不当是吧？非得干这种事儿啊，自毁前程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被开除了。不是，老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给你什么机会？给你机会，你把握了吗？啊，给你机会，你重用吗？赶紧把钱啊给我还回来之后啊，赶紧打铺盖卷跟我走啊！不想看见你俩啊，赶紧滚！
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误会你了啊。我这个没事啊，咱们俩也合作这么多年了啊，我什么品行你应该知道，答应你的事儿肯定不会食言，知道吧？这中间呢确实有误会啊，在此呢我也给你道个歉，确实不好意思。虽然说没有我的责任，但是这也是发生在我工厂。你这样吧呢，别的咱们不多说啊，你们兄弟也辛苦。你这是4万块钱是吧？还差你1万，你这样呢，我待会儿呢单独呢拿1万块钱过来给到你。然后呢，你待会儿请你们下面的兄弟啊，好吧，晚上请他们去好好吃个饭啊，犒劳一下他们。另外呢，你把你们的兄弟们呢召集一下，好吧，到那个会客厅去。我待会儿10分钟之后，我到财务那儿把剩下的7万块钱我拿过来，我亲自给你们的员工发，然后把这个事儿呢亲自跟他们讲一下，也亲自跟他们道个歉，也还你的清白，省得让你下面的人不信任你，好不好？那行吧，那就谢谢严总了。行，那没事，你先过去，好吧？那行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没事。哎，老板，怎么了？你可回来了？是我刚出差回来，怎么了？老板，我不想干了。不是干得好好的，怎么又不想干了呢？老板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你出差这段时间新来了一个主管，非常的嚣张跋扈，他说我们这些做保洁的是臭保洁，还说我们那些保安是看门狗，还说我们都是下等人。不是，还真有这样的事儿啊？对呀，老板，所以我真的是做的不顺心，我就不想干了。不想干了是吧？就是针对你一个人，还是其他所有人他都这样啊？哎呀，很多人，老板他这个月已经开除了5个保安，6个保洁阿姨。不是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他私自开除我这么多员工。是啊，老板。不是，那发生这么大事儿，我出差这段时间你没向厂长你们去反映啊？也去过了，但是厂长可能跟他是什么亲戚吧，他也不管。意思也就是可能是走后门进来的，厂长让你们睁只眼闭只眼。是啊，老板，所以我真的是不想干了。行，我明白，让你们受委屈了啊！你放心啊，如果今天你说的这个事儿属实啊，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啊！你也不要太着急。那你这样呢？我出差也2、3个月的时间，这个主管他一般什么时候来公司？他估计一般的话，他都是12点多才来，就是食堂开饭的那个点儿他才过来。12点钟才来上班？对呀，老板。啊，这么肆意妄为！你这样呢？我也出差2、3个月的时间，他肯定也没见过我啊。你把你保洁服你脱下来啊！今天我替你半天班，好不好？我来亲自来会一会，看一下这一个主管啊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到底如何嚣张跋扈，好不好？行，老板。那呢？你看我们也是，虽然说是做保洁的，但是我们也是有尊严的，老板。这个而且他每天过来，随地吐痰，还是随便到处都扔垃圾，我们说了他也不听。老是骂我们，所以我真的是没办法。行，我知道这个事儿确实也让你们受委屈了啊，好吧？一会儿如果确实如你所说是事实的话啊，放心，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，好吧？那你这样，我今天给你放半天假，好吧？你先去休息回家，然后今天呢，我先会一会他，好吧？好，行，谢谢老板啊。没事，那你先回去吧啊。哎，帅哥，怎么了？你看这前面后面到处都有垃圾桶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又随便扔垃圾呢？不是，我不扔垃圾，你有个活干吗？不是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是吧？我们每天是吧，也都是辛辛苦苦，是吧？从早打扫到晚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每个人公司工厂像你这样，是吧？那我们每天干得多晚呀？不是，我怕你这是新来的吧？不知道是吧？怎么了？啊，我这扔了你才有活干，工资才高，知道吗？我就是要扔的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这话不能这么说。不是，我们干保洁的也有尊严，是不是？你这不是侮辱人吗？你们有什么尊严了？就是一个臭扫地的，知道吗？大龙称得出来。可能你不知道啊，昨天我开除了8个扫地的阿姨，6个保安，知道吗？不是，那你这么干，你不就不怕老板知道吗？老板，我跟你讲啊，老板出差了，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了算，知道吗？还你说了算是不是啊？那你知不知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啊？站在你就别管站在我面前的是谁了啊？不是，你是干啥了？你是？我是干啥了啊？我这是公司老板啊，出差2、3个月了啊，还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人。就你是老板。你就我提鞋都不配，知道吗？还我跟你提鞋是不是啊？我看你现在有多嚣张，待会儿就有多自卑啊！你在公司群里面吧？啊？怎么了？我在公司群呢。来，把手机拿出来，来看看公司呢。那个群里第一个人是谁呢？装的挺像的，我看看第一个是谁了。你看看，这是公司群，好好看看啊！哟，好好看看。老板，真是对不起，刚才跟你开玩笑的。开玩笑啊！知道我是老板就这副德行啊！不知道我是老板啊，就打压成下面的员工啊，成这副样子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是谁带进来的？啊？这个厂长介绍我进来的。厂长跟你是亲戚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有点亲戚关系，还有点亲戚关系啊！
我不在公司这段时间啊，开除我这么多保洁阿姨和保安大哥啊，谁给你的权利啊？啊，这么肆意妄为啊！在我工厂从来都是人人平等，你知道吧？你还一个一个臭保洁，还一个一个臭保安看门狗啊！这是你说的话啊？你也太嚣张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别的我不跟你多说了啊。你在下班之前啊，待会儿当着全体公司的人的面啊，跟我们的保洁阿姨、保安大哥啊，跟我集体道个歉，好吧？还有啊，之前被你开除的那些保安大哥和保洁阿姨啊，你跟我亲自上门登门道歉，把他们再给我请回来啊！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没完，我有你好看。老板，我是一个堂堂的主管，你让我跟他去道歉，这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你还要脸面呀？啊，面子是靠自己争取的啊！你也不看看你前面干的这些事儿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有人品才分3、6、9等啊！就你这种人德不配位啊，你也不适合在我公司继续干的啊！我要不是念你表哥在我工厂啊勤勤恳恳干了这么多年啊，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跟你没完啊！赶紧啊，收拾东西，上了多少天班啊，赶紧给我滚！不像话啊！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我开除了这个嚣张又跋扈的主管啊，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？如果做的对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大家。